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啊，我身边好多人开始去上西餐礼仪的课程哦。我有发现，因为西餐礼仪啊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像是喜宴啊、尾牙或是约会哦，吃西餐的机会非常的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怎么好好的用叉子跟刀子吃西餐。这刀子还有叉子的客家话我会哟，刀子呢就叫做斗尾，叉子呢就叫做叉尾。刀子就是斗尾，叉子呢就是叉尾。那其实啊，我发现学会西餐礼仪真的很重要，对你的形象呢大大加分哦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像是海鲜，比如说哈公呢，一样也可以用刀叉小口小口的吃，很优雅哦。哈公啊，就是我最爱吃的虾子了。为了要很优雅的吃虾子，我可是很会用刀叉吃虾子哦。不过如果我们要告诉大家讲说用刀子和叉子吃西餐的话，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用刀尾同叉尾吃西餐。用刀尾同叉尾吃西餐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一块呢来学会怎么样用刀叉。说到西餐啊，其实最近很多地方都在教导西餐礼仪。欢迎光临。你刚刚说到西餐礼仪真的很重要，可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太会用刀尾跟叉尾。其实斗尾跟叉尾的用法呢，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也有学到。那你待会要帮我好好复习哦。您好，这是您的牛排餐。敏华，其实西餐的用餐礼仪呢相当简单。你看这个斗尾跟叉尾呢，都是从沙拉开始由外往内来使用哦。我知道了，由外往内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其实像吃海鲜或吃哈公，用斗尾跟叉尾一样，也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切，相当的优雅。然后你用餐完毕，只要把斗尾跟叉尾往盘子中这样一放，服务人员就知道要来收盘子喽。这样子看起来啊，西餐的礼仪真的很重要哎。而且呢，西餐礼仪其实很简单哦，你只要记得使用的时候不要发出声响，然后记得刀叉摆放位置就可以喽。不过今天啊，除了学会西餐礼仪之外，当然最重要要记起来今天学起来的客家话哦。先帮大家来复习刀子，刀子叫做斗尾，斗尾就是刀子的意思。还有叉子呢，叉子叫做叉尾，叉尾就是叉子的意思。还有用刀叉一块来吃虾，虾怎么说？虾呢叫做哈公，哈公就是虾的意思。最重要呢，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是用刀子和叉子吃西餐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用刀尾同叉尾吃西餐，用刀尾同叉尾吃西餐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学客语，同时也学会西餐礼仪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